那我们请到的第一位呢，是在这个吉人最有天相的这个主题曲的主唱人龙千玉小姐，以便带来这首好听的闽南语的歌曲，心情向人了解，心情想了解，破声啊，欢迎一下啊！龙千玉小姐，谢谢各位大家朋友，大家好，晚安。阮的心像海洋，飞动来平静，茫茫前程，飘浪的人生，啥人来造成？满腹热情，被风来打凌，只有自己心肝惊。受起了孤单的心情，加添着伤悲的心情，自叹运命可比。